人的户外实景节目，特辑都会带大家向下行业大自然去探险，有到任务做得七家完成，如果有到比赛，就会让人向下合作了。特辑都会天天也到成员慢耐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接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我从18点钟。今每日也到成员来到的新竹幸福镇，也就会接受马嘅挑战呢。每次都来。哦，他们每次来就拿那么多分数，很恐怖。今天要把他干掉。讲好听一点，今天要把他们赢过去。对，要把他们。先来看下参加亚代挑战嘅成员有哪一队人？宋白杨嘅3位成員有吳彥群、何小賢、朱慶華，還有3位成員林權進、林義傑、朱志豪。我們放什麼？放的。我們那邊有很多牛哎，牛很正常啊，牛全部都不見，以為還在餵牛哎。會不會吃牛糞啊？不要吃牛糞，哎呀！今每日來到嘅新埔鎮嘅水牛學校，我來認識牛嘅中醫馬嘅，還有老牛嘅有關嘅事情。好了，接下來呢，我們一個每天的一個工作就是打掃牛棚。那牛棚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說有牛糞，還有乾草的部分，所以說我們就必須要把它打掃乾淨。那个超臭的，就是我第一次来就差点就吐出来，然后一线饮料块这边都是差点吐出来，真的太臭了。然后我就一直忍一直忍。对。来倒到这边来。走，好，交换。你们要是去那3坨大坨的，对啊。你小心。然后我觉得林姐在打扫牛棚的时候，就都在发呆。她好像是不想要去清那个牛大便，所以就都在发呆。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到表现得很好，因为有点怕脏。就是先扫牛棚，就周新化、林心静还有何兆恩他们都好强，都不怕脏，要学习他们。养好牛欄，水牛專家會本也到新人嘅馬家任務呢。準備牧草，地下長嘅河巴順嘅草坪上，有各種各樣牛嘅好食嘅草嘅。大家成員會準備2紮牧草，行過來去探好。通過專家嘅評審，大家就得拿到1分哦。其實這邊的草的種類相當的多，這樣子。那每個人呢挑2種，5分鐘時間，把2種你想要的草割好，這樣。那我們就割去給牛吃。開始。牛嘅真好食牧草誒，不過唔係各種草佢都好食咯。也到新人呢，一認真啲嘅請呢。這一碰到就割好了嘛？這一開還來不及，一碰還沒有割，它就這個斷掉。牛應該會喜歡吧？那麼美麗，呵呵。2分鐘咯。時間過很快，大打一點吧，有可能會喜歡。我是牛的話，我會想吃什麼？我也不知道。這些草還不夠割。經過3分鐘了，蘆葦，這是蘆葦，可以嗎4分鐘。哦不，別吧，沒那麼快。太快了，根本不可能綁起來嘛！太
家都希望做得更加寻到牛的好食嘅座位。其實農村生活沒有效率，做唔得太難事哦。镰刀，我的镰刀嘞？那一捆是我的哎，地上那一捆是我的哎，还给我啦！地上耶，地上那一捆是我的。现在还有动作就弃权哦。对，找回来。專家檢查大家嘅木槽有合格冇？冇塌好嘅木槽就冇款嘞哦。來看下有條成員為牛嘅準備乜嘅好食嘅東西咧？一項任務，何小偉拿到10個分，接下來就看牛嘅好食萬人準備嘅錯位了。牛嘅選擇，一項任務完全本牛嘅來托。大三人攞切割嘅木槽放到牛尾嘅面頭前，看當想夾到10度左右嘅牛尾，會10萬人嘅木槽呢，全部佢拖到嘅拿到1分。你為什麼選這一束？想說小的先用。我選這個就是因為比較大把的感覺，就是這一把比較長，然後感覺比較好可愛哦。這個好想做做看，因為這個看起來比較長，看起來比較長又比較細細。他的名字叫 Hope， 他生日3月18號。來 Hope， 來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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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好不親密嘅聽，20萬人嘅呢。Go Go。哇！其實咧林현진準備嘅又長又太雜嘅木槽，林현진加1分。因為我剛才的應該比較大份吧，然後看起來比較好吃。還有綠色的新鮮度。可能是因為它的比較前面吧，所以他就先過去吃它的。我覺得是因為它的比較清脆。一下就半夜到牛尾，好好來試擺跳啊！因為準備下一項任務了。唔知道牛屎做得做乜嘅呢？唔聽錯冇想到，牛屎做得拿來做熏香呵？牛屎撈熏香，仲係完全冇相干嘅兩件事情呢。接下來廿個任務，讓出本大家重新來認識牛屎哦。好，那待會呢，我們要做一個我們水牛學校的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產品，它叫做那個牛糞熏香餅。那這個熏香餅呢，它可以來泡茶，也可以當熏香。它主要的成分呢，就是我們的牛糞。所以說，等一下我們要去撿我們的牛糞，這樣。那我們要做成一個牛糞熏香餅呢，它必須要稍微再乾燥一點。所以說我這邊有一個乾的，可以撒一些這樣，那開始做那個搓揉這樣。變餅乾了。讓乾的跟濕的能夠均勻的和在一起。應該蠻軟的。我需要做一下心理上的挑戰。老師，你是認真的嗎？那如果說你有富貴手的話，這時候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療效。然後大家來摸摸看，那一種乾濕度的質感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不管了。我覺得我豁出去了，反正我手也沒有乾淨過。不要太過慌張，因為其實屎是很珍貴的東西。剛才老師有講過，屎在雖然這一小小一坨很臭，不在市上賣是很珍貴的東西，所以我等下應該要用很開朗的心情去摸屎。先稍微搓一個球，摸起來沒有那麼摸一個球，然後就聞到那個味道，就開始，把它壓，
好，这泥土有好特殊的味道，赛味。它这边有一个盖子，有一个盖子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稍微推一下，然后手嘞放下面，对，好这样，很好了，漂亮哇，对，漂亮的粉。然后就是说越按的越扎实呢，就纹路会越清晰。牛屎哥利用，计时10分钟以内，就专家教学，老牛屎做出一袋一袋的牛屎熏香饼，本专家来检查爱情评分。通过深度的前3名，做得拿到3分到1分。向下来看下也有成员的表现。头号码是朱宪发，老林俊景来比输赢。站到你们所选的颜色前面，开始。林俊景想都冇想就走去拿牛屎。虽然唔管牛屎嘅秘辛，不过啊，佢还系东山忙去做牛屎熏香饼。朱宪发天天的没咁睇淡去做诶。软软湿湿而已。快吐！早诶，老师的牛屎落起来嘅比例调好些，就要来看模诶了。哇！连顺丰嘅嘅都叫我来加油嘅呢。好咧，朱宪发完成去一袋嘅，不过啊，走10土冇调好，又要逼佢来嘅，2、3人都踢掉緊嘅啦。不太对了。Yes。如果要马跟牛来比的话，我比较喜欢马，因为马的便便不会像牛的那么大，然后而且不会那么臭。Sweet。Yes。Sweet。林俊景越做越入门，完全唔会去想牛屎嘅秘辛，当家就容易嘅农村嘅生活了。20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手。虽然阿俊景老阿宪发当山忙克服心理障碍，不过其他条衫唔记得，也系爱买嘅商品，爱情系轻重要嘅呢。虽然做嘅暗多，不过合格咧3千少。剩下来嘅另外2组，会係用嘅成績咯。然后我有一个确认，就是枕头都给它抱起来，全部都把它拿走，然后呢，然后再赶快做，一球一球放在桌上，然后赶快压。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快。拼了。会害怕摸屎吗？不太会，牛是吃草的。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阿娘劝了阿二姐直接拿定铁盤去裝牛屎，看起來佢也得像熊一樣哦。感觉很湿很恶心，有点。我希望我可以暂时失去嗅觉跟触觉。一杰从出生就是在渔港这边，他从小到大不算是一个很乖或者很听话的孩子，对，因为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在一般我们的眼光里面是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调皮开朗、比较活泼的孩子。通常回家就是看电视，然后被骂、被催要写功课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也想要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跟节目，让我更了解我的孩子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很了解，有时候甚至是误会。对啊，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他可以更接近大自然，跟其他不一样的人多一点相处，可以发展他自己的一些嗜好啦，或者是兴趣。到时候如果真的要比赛的话，就是拼啊，爱表现一样。
林二姐作为一道，水铁的每一道，不过佢要克服嘅心理嘅障碍哦。我记得老师说要压，然后用手指戳它，就轻轻戳下去之后再翻面拿起来，这样比较不容易碎掉。吳音權啥都有量，有腳完成度又高，有設備合格，拿到10分。前面一組係朱志豪老侯少元來比。開始。就刚刚一开始原本摸洗，我感觉很恶心，但是后来就是不知道一瞬间的杀气来什么，就直接冲过去，根本觉得没有什么，软软的，然后有点湿湿的，不错摸。不错摸。有点像整个人化一样。就是那些人前面都是留给他们好的，他们都留给我们浪帅的。要用力压，那个图案才会更深。我今天就是没有压得太大力，所以有几个都快裂掉的感觉。朱志豪當有自信，老神品拼出來，也個較深，較好造型。時間到。他做的蛮有特色，因为他做的很像那个薄饼这样，但是它形状还是有出来这样。朱志豪6個合格，侯少元4個合格。家下大家都克服嘅講牛市嘅感覺，作為青島嘅牛市熏香餅，真正嘅成品還會拿去曬曬哦。也下也到成員，除了享受一下嘅牛市初步茶了。也特別有一個大家都唔知嘅得分機會哦。那牛粪饼晒干之後呢，可以做什麼用呢？它可以來泡茶。好，待會我們在喝牛糞普洱茶的時候呢，搭配這個牛羹香，就會非常的有氣氛。大家上喜上賺，唔知愛啉乜麼？其實啊，也比嘅有比咩？所以提咧老茶啉嗆嗆嘅人，就做得夠拿一分。為以台灣水牛為代表的。好，準備要好嘅。哇！牛市嘅用途很多哦，牛市高利用嘅前3名分配係吳音權10個，朱志豪6個，侯少元4個，各拿到3分、2分、1分。另外啊，林二姐前老牛市初步茶啉踢，另外各加1分。今晡日嘅比賽咪差唔多要結咧。前面也項比賽，我本小朋友體驗牛嘅來田嘅辛苦，老幫助人做田是無限悽慘嘅樂趣。來田按神奇，一條成員為老牛擔桿開到肩頭後，抱得牛擔桿走去對面，往後所以再個走到轉來，全部都完成，就做得拿到1分。前腳嘅前3名，另外各加3到1分哦。第一個人是。預備，開始。就是一開始背着那個梨的時候，就感覺往前看好像很順，然後就突然被拉住，然後就開始變有點重。後面有比較順一點。快！加油！放好。離手，放好，停。啊。还没有做过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看人家就看牛就做得很轻松，你知道？然后呢，后来我穿着雨鞋，然后就这样做，然后踩下泥巴又感觉很吃力。加油！加油！格斗！好小一只的。灵芝草人。我刚才在走的时候快要累倒，然后当农夫也很不简单，要穿的那个下雨天的时候要穿的那个雨衣，然后保护那些菜跟它的那些稻米。你手上还有，前面走开，然后衣服要帮
衣服放在桌子上。好，手举高，好。预备 ，Go！ 很好玩，可是这个游戏可以训练脚力，只是很喘累。好累啊！你也太辛苦了吧？感觉总算拉完了，这段路好长。你成功了！很慢吗？很重吗？很重。我比周子浩慢了。要举手，要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！你没有举手。然后吃，也想要喝牛茶。然后怎么一开始就太快了？不要急啊！一开始我也觉得很轻，后来超重，一开始拉不动，一开始都拉不动，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从下面然后搬出旁边2个用往前就会推得更快，就抓到技巧就会觉得很容易了。我觉得牛的力气好大，今天拉那个犁还有穿蓑衣，拉那个犁好重哦，要跑很久，而且跑得很慢。可是牛轻轻松松就拉到，而且拉很快。OK， 然后换装，衣服要穿好哦。Go！ 48點鐘嘅任務已經進行一半呢，也下來看成績了。來，周子浩，第一個。我覺得還可以，因為至少我有1個人了。然後希望可以再加油一點。你覺得你今天的表現？沒有拉那個東西的時候不好，因為我速度太慢。跟我比較有挑戰性的是吳念靜，我覺得林麗姐應該再加油一下。接下來還有韓康好高嘅發圖哦，下禮拜再見了。第一次摸過牛的屎，然後感覺是軟軟濕濕的。糞便也可以做成牛糞餅。其實我們人應該要跟牛有更多的相處才對。今天如果牛給了人那麼多好處的話，人應該要對牛好一點。